是那个我们家孩子头发全没了。全没有了。对，就是包括眉毛、眼睫毛全部都没了，10天之内全部都掉没。这个是1月份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头发还有的，1月28号就全部没了。眉毛是有一点点的。啊，对，眉毛也我要把你身上的所有毛都给割下来，弄到我身上。弄到你身上去是吧？我是不是那个洗发水用了，把它的那样？有刺激，但是它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免疫的关系。免疫关系的话，有药吃了。可以吃药，但是吃药可能会反应周期会很长。药吃了是会提高免疫力，增加。不是提高免疫力，是抑制它自身的这个免疫。哦。就是它毛囊周围那些抗体给它的水平降下来，降下来之后，那么它的毛囊可以慢慢的一点点恢复生长。然后呢，你还可以再给它用点滚针，滚针给它做个治疗，给它头皮上导入一点。滚针是什么？怎么治疗？拿一个针在头上稍微滚一滚。不痛的吧？有一点点疼，1个月或者2个月复查一次，它需要一个过程，比较慢。然后今天呢，他可以去做个滚针，先做个治疗。家长，刚才我们和主任联系过了，今天我们做头顶这一部分，还有2侧眉毛，好吧？然后颞部的地方也稍微滚一滚。我们要做的地方呢，要做一下皮肤的消毒啊。很快的。小眉毛我们要弄一下。我们先从头顶开始，好不好？有一点点疼，忍一忍啊。好样的，你很勇敢。再坚持一下，再坚持一下啊！头顶就快好了。头顶好了。很勇敢，男子汉啊，好样的啊，好样的。快到我身上。好，这边也好啦，包起来了啊。用这个透明的薄膜分包。长回来就90分了哈。还要什么长？眼睫毛也要长回来，全部都长回来。眼睫毛不能滚。